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的补选，国民党的参选人颜宽恒无任何一个国民党大佬的陪伴，是家己一个人到台中的选委会登记参选。面对着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来压料，讲这个颜宽恒拢是住伫个出奇的豪体，伊是来回应讲出奇的厝是因的囡仔读册时阵咧住的，伊家己自细汉就住伫个沙鹿。 伊嘛再一次来强调讲，伊就是沙鹿的在地人，无排除对不实的指控提出着告诉，捍卫清白。无党内人士陪伴前立委颜宽恒，家己到中选会交证件和保证金，登记参选中2选区立委补选。以前都是没有本人登记，解锁新任务。 伊讲，较早拢是请助理来登记参选，即摆亲身出马，完成登记了后，回应周玉蔻讲，伊拢住伫七期的豪体。伊讲，七期的厝是伊的囡仔伫读册时阵住的，伊家己自细汉拢住伫沙鹿，是正港的沙鹿人。2019年是儿子结婚，我已经住在沙鹿了。2014年是小朋友 还在念国高中的时候，请他自己查证清楚。颜宽恒讲，周玉蔻是不实指控，希望伊查证了后才出来压料。另外，林静怡是伫颜宽恒登记参选之天成立反恶西反奥部小组，反贿选要正义。单票为林静怡、林佳良3人做伙画反恶西爱正义，展现反恶西反奥部的决心。很多台中市第2选区的我们的选民们告诉我们说，过去所谈的很多事，现在终于全台湾注意到了，这对于这里是好事。 林静怡讲，希望有一场清气清廉的选战，伫民进党和基进党的合作，要甲中2选区这位修复掉。嘛，伫双方登记完参选资格了后，就要开始这场选战。